82歲的鐘爺爺心裏藏着一個30年的遺憾，愛吃的擂茶、花生、排骨、蘋果，只能看不能嘗。跑遍汕頭、廣州多家醫院，都因高齡高風險被拒。喘着最後希望，他來了頂直口腔。82歲的鐘爺爺沒想到，在頂直口腔，他沒遇到半分冰冷的拒絕，撲面而來的全是細緻入微的關懷。前台接待輕聲細語的跟他撈着家常，緩解他的緊張。護士陪診很有耐心，陪着他完成口腔 CT 等一系列檢查，每一項流程都解釋得清清楚楚，生怕他有半點不明白。這樣的貼心照料，讓奔波了多家醫院的鐘爺爺心裏暖烘烘的，就像在家被晚輩照顧着一樣。我今年82啦，30多年冇牙，就盼着能有好牙，啃個花生，咬個脆蘋果。更讓他驚喜的還在後頭，當頂直口腔的包立峰院長笑着告訴他：你的身體條件符合要求，我們的專利技術完全可以幫助你實現全口有牙。時鐘爺爺瞬間紅了眼眶，激動的半天說不出話來。其實他早就聽孫子提到過種植牙，可一想到自己的年紀，就一次次把這份心願壓了下去。而頂直口腔獨有的專利種植技術，恰恰打破了年齡的限制，讓他撞了30多年的盼頭，終於有了成真的可能。鐘亞伯的手術是上午做的，下午休息時，護士就過來告訴他零食罐做好了，現在可以去戴牙了。這樣的速度讓鐘亞伯驚訝不已。之前跑遍汕頭、廣州好些醫院，人家都話我年紀太大，唔敢接，搞到咗頂直醫院口腔，手術係2個多小時，我真冇想到這麼快就弄完啦，我又有牙啦咁就。咔嚓！當鐘亞伯再次聽到這久違的聲響，品嘗到自己咀嚼蘋果的脆甜，他開心的眼像個孩子。如今的鐘亞伯徹底告別了往日吃東西只能軟爛流食的日子，早茶裏的蝦餃燒麥，餐桌上的排骨青菜，他都能大口咀嚼，盡情品嘗。正是頂直口腔獨有的 P2P 穿全穿嘅技術，為高齡組牙築起了堅實的技術後盾。頂直口腔，讓天下沒有種不了的牙。